女士450嘅啦，三線240，七線288，蔣亞華三線，村明珠7線，八線大老師378都可以叫住，影係影3線咯，影唔到咁多就，蔣亞華呢邊晒啲咯，3線，蔣亞華暫時3線影先，嗰邊78有大機影。細牌呢個，李輝第二牌，36秒24。哇！孫明珠仲慢過大老師。李輝，你游得幾好喎！240唔錯。哇！嗰邊288，林麗梅都仲未過到黃尖喎。1分21秒1，李輝。哇！嗰邊320領先緊288喎，黃尖同埋林麗梅。大機影啦，影唔到。呢個係安薇，安薇240。哇！嗰邊林麗梅同黃尖都係320領先喎。嗰邊原來仲緊張喎，320領先緊288。安薇，好啊，嗰邊就黃尖少女，就嗰邊係好似陳佩儀啊，邊個？陳佩儀，跟住嗰邊就陳慕文。好啦，安薇2分08秒27，最後批你話邊個？牛子利20827，因為咁樣320仲係領先緊288喎，總之影320啊。Moment 同埋呢個陳佩儀啊 ，Moment 仲輸緊喎，咦阿牛嘅喎。